來看這幾日啦，這大雨是安尼直直落。氣象署呢，今仔日要是針對着台南、高雄、屏東、甲台東來發布超大水雨的特報。因若這中度風颱三點二，氣象署是有告講，上緊拜三就會發布海上風颱警報。頂禮拜六、禮拜，這方面的南台灣有部分地區淹大水。氣象署表示，受西南風、低壓帶、甲熱帶性低氣壓的影響，拜一至拜二早起，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甲台東縣可能會落局部大水雨，也是超大水雨。就今天上半天來講的話，其實可以看到，像是在這個南部地區以及東半部地區的一個降雨情形，都還算是相當的顯著哦。那我們預計就是說，像是在這個嘉義以南地區，應該說就是在整個中南部以及東半部地區的話，都是容易會有一些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發生的一個情形。那尤其像是在這個南部地區以及這個台東還有花蓮的山區，都是容易會有一些局部豪雨等級以上的一個降雨情況出現。氣象署也指出，中度風颱三點二目前在台北東邊1500公里遠的海面向西北西行。氣象署預計拜三點二行到琉球附近海面的時陣，會發布海上警報。拜四、拜五風颱就會上挖進咱台灣。目前看起來的話，大概就是在週四、週五這2天，會是離台灣最近的一個時候。那到時候像是在這個北部地區的一個降雨情況也都會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然後在中南部地區的話，也可能就是會受到這個台灣外圍環流影響之下，也都是容易會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暫降雨出現。氣象署提醒，受熱帶性低氣壓甲低壓帶影響，拜一台灣附近的海面可能會出現8級至10級的強陣風，而且海湧也較大，沿海的民眾都要注意。記者郭友基、謝桂玲台北報道。